麦克，你刚才说你那么爱他，怎么就不能对他全心全意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的心有2部分，我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我有2个胳膊2个腿一样。但是我这心，我能给的一半，我全都给冬眠了。我明白了。那麦克，我也告诉你，你既然就给了他一半，我会把我全部的爱，全都给他。那个，我是想说，昨天晚上凭我的记忆来说吧，咱俩应该是没有。啊，你看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，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来上班，我给你熬的醒酒茶，你喝了以后能舒服点。你先说吧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就是想说，昨天的事儿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我觉得昨天晚上不管咱们到底发生还是没发生那样的关系，我都希望咱们能做回以前那样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以前那样是最好的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真的哪样的话，我也会负责任的。哎。多大点事儿？就是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是吧？Hello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太讨厌了！干嘛呀你？你要骂他，你要吃饱了再骂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吃你拿的东西，拿走！哎呀，管谁拿的呢？能吃饱就行呗，是吧？我不吃。哦，你是我认识的那个戚明峰吗？你，我原来认识的那个是一个花心大少，根本没有这么死缠烂打。你烦不烦啊你？我听说了，孕妇的情绪啊总是很不稳定，所以你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还有，你也不是我当初认识的冬眠啊，温柔娇气，但是现在我更喜欢。耍够流氓了没？滚！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耍流氓算什么？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会每天都过来，不管你开不开门，见不见我，我都会到。给我滚！啊！滚！你滚！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记住，把饭吃了啊。还有，岳父要保持轻松的心态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冬眠，冬眠，你完事儿了，轮到我了。OK，
祝你好运。水果，有营养的东西啊。现在肚子里怀了一孩子啊，应该多吃这种好东西。哎呀，这个什么破东西？啊，这盒饭啊。盒饭这种东西尽量少吃啊，这是那种监狱里头的犯人啊，电视剧的剧组经常吃东西，不好吃。这种破东西尽量少吃。哎，这是哪一个傻逼送的？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3、2，这我知道，明白。我是比较懂事的，不是跟一些其他的就不懂事的人，其实冬眠。呵，这是要 PK 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太有魅力了，羡慕死你了，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太浪费了，不吃别浪费啊！你加入丐帮了你？这个地上随便捡垃圾都吃，你天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么好吃的苹果，多浪费呀！冬眠，好名字。冬眠一定不是冬天睡觉那个冬眠，一定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，对不对？冬眠姐来签快递吧。